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埔的羊。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啥物来报答你？我要捧起救阮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谢我的愿。咱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65首，圣诗第165首。圣会独立的地基，圣会独立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立，设立永远天国。对天降临赎回伊做主圣洁新娘，用血用爱来买伊替死伫地面上。请咱起来念全诗。下咧，咱全家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向上帝祈祷。主祷文是安尼讲：我的听你的，我的听信，你的光明好，你的记忆强，你的记忆我的心看我，下面的购物，请主管下面购物啊，我的老板的机器，有的老板的爱，因我把你的更多新收入带来出去，请这。文，咱今日要参加启用的启用文是启用文24篇，就是
诗篇119篇，黑英文24篇，就是诗篇119篇。所行完全遵犯耶和华的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少年人着用啥物撑起伊的所行？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，无看虚假。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爱惜你的律法到安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拆开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